不同，揾影。揾唔到。Oh no！但我呢個有得廢嘅呢個。廢。有咩咩？雙方連線嚟，咁早咁借嚟玩啦。咩嘅？好用腦揾一個㗎咋。上我都實力。唔係啊，嚟到睇你。咩色啊？係黑色啊。十分水咧？嗱，跟住之後抹啊嘛，跟住點就預備1、2、3，麻利，好，哇，好精彩啊！哇，好神啊！咁樣變成白色啦。OK， 白色我哋再預備1、2、3，麻利，之後咧就係咁咧，就係。點整㗎？吸啊！個絲粉我知，我知肉打嚟，唔係軍麻類嗰支啊！哦，綁埋一齊綁住之後咧，我陣間咧一住佢，要幫我記㗎。好啊，後邊仔咩色啊？紅色盞嘢嗰個咁係中意咩色啊？你哋？我有冇粉紅色啊？粉紅色啊！將佢放入去，諗住你中間最重要講嘅嘢。屎忽變大個窿。有冇粉紅色啊？多啲。哇！有機會爭俾我，有機會。望住睇啫。唔好不停贏。魔術棒揸住魔術棒嘅嗰陣，嗰轉3秒就變咗，打波數1、2、3，整齊啲，預備，數3聲。斷咗，甩咗呢個棒，甩嘅應該啲棒。係㗎，佢整爛咗。咁啊！整佢翻先嚇，扭翻佢，打得，揸住，跟住轉3聲，打整齊，數3聲，整齊，係啦，整齊啲。我甩咗啊！雙節棍嚟。放喺度，預備1、2、3，麻利，好。咁啊，改定嘅攞翻出嚟，各位，今日第一步又冇嘢變。有嘢，啲人冇嘢嘅。唔好停嚟㗎。哇，好勁啊！咦？我俾你孭㗎嘛？嗱，第一步咧由冇嘢變有嘢，咁第二步係咩咧？有嘢變冇嘢。係啦。我做埋第3步俾大家睇下，第3步係咩啊？有嘢變冇嘢。嗰樣嘢喺個地方唔見咗咧，即係第2步出現翻嘅。我手指伸先手定，我手指嘅。OK， 最重要講咩？預備1、2、3，麻利，好，就係咁咧。由個火度唔見咗咧，咁有邊咧？3就冇。手指伸。冇。你自己下音啦。條褲嗰度。好。唔係褲鏈嗰度。唔係。喺佢度。哦。誒！去到中間呢度，喺度你敢唔敢我都有啲嘢走入你身體度？嚟到咩？唔得你啊！屌咪生個菲林啊！我沒有看過，我給我命了。我給錯了我手。整
認住條友仔啊，就一個位條。冇乜嘢我唔知。兩版，好爽啊！